坐着轮椅用雨伞表演舞蹈，带开观众看甲相当入迷。为着落实文化宾馆精神，台南市文化局、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第2届岛屿共融艺术节。我们会透过我们志留岛舞蹈剧场的我们这些身障的老师，来发挥他们在艺术上面无边无际的思考以及创作的一个能量。欢迎大家来，我全家都有计划都来参加，我也很高兴我们能有机会邀请从美国来的艺术家，他也要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这摆艺术节活动多元丰富，有邀请台湾、香港、澳洲艺术家、艺术团体共共用讲师。还有侪素人舞者、新兴障碍舞者参与环境美剧场演出，嘛将伫台港文化中心举办共融艺术展，推出公益手作奇迹。从障碍者角度出发的一些讲座，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其实非常特别，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低潮，那你来听了以后，你可以去理解，他们如何跨越或者是超越他们的低潮。对，我相信对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工作坊，希望身障者都能够出来，走出来，跟我们一起舞蹈。此外，嘛扩大社会参与，邀请侪间社福机构、含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、台南社区大学、台港分校等单位来参与共融艺术，斗阵推展文化宾馆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